常喜欢煮菜，那煮饭你自己写他的煮饭，就卡在饮食。那弟弟也吃过喽。有啊有啊，吃完的白白胖胖，白倒是没有，别胖胖。你的心目中的女神是谁啊？来，等一下，给你选一下。不要，他会说。已经是选明珠姐的，还有。哦。这么当酷力啊！今年主持人摸票哦，摸部分那个不要笨说是那个。哦，白飞嘞！重来。要不然都是做吹嘎嘎，表都要滴滴咚咚滴滴咚咚。我是做火烧。帮安静一下，拜托一下，太吵了，真的。妈妈有要求我做吹哦。喂。因为要争女友。你看，我就说，你要好好表现哦。厨师帮我，你也不要用。你有对象吗？没有，你不要那么难过啊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也很久没有。你们两个这是什么画面？感觉光会塌下来。可以用那个鼓掌。不是鼓掌。老虎尾下。哦，你看，鼓掌，我以为这个是巴布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蘇坤，一家之主。東南的機飛，今日又來到我們國境之南了。係啊。來到一個女僕嘅一下採下素材，看一下這邊建築有沒有非常特別？哦，有哦。六堆客家文化園區。哎呦，我讓你講哦，六堆嘅客家文化園區哦，有自然草原區，還有田園地景區，還有可愛動物區。那是你。好了，唔講你一下都看一下，其實你一下企業收藏，大家往頭頂上看一下哦，兩個看。這個我們算是半露天的平台呢，其實呢，其實只有啲你客家人港中嘅世界，我帶個立馬那個造型所做的哦。係啊，還有哦，南部最有名客家嘅文化特色哦，還有個閩南嘅紙傘。哦，有紙紮誒，沒動牆哦，真勁黑暗呢，而且呢，韓國亞島畢業的都拜六禮拜6年的時間，非常多人來這邊，又有精彩嘅表演，韓國有動到彩鐵、農鐵產品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亞島畢業幾大嘅嗎？動態，動態，30公頃安台，公頃啊，超級大，屏東這邊就是地大。烏博、蜜雪紅，對，沒錯。好啦，隨着分享到今日呢評審欣賞，分享到呢邱玉涵、邱師傅，主持人，歡迎邱師傅你好，哎，俺這樣哦，俺看到的還有陸子明、陸師傅，歡迎。邱師傅，有來到亞島畢業做過發通嗎？有。哦呦，很有哦。哎，做過料理比賽。哦，這跟我們今天一樣哦。哎，相同哎，不過哎，該有些參賽者哦。哎，參賽。真的。邱師傅有來過，你有來過兩哦？哎，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嗎？冇來過，但是應該衝到糖到了到，這樣衝到都來舉辦活動。對，但係南部客家的重鎮，應該給屏東最有名的板條節，我代言的啊，就在這邊辦了。難怪你豆豆粉絲已經在旁邊了。是板條，板條部分。好了，你看一下給別的菜。多帶馬介食菜為地圖咧。好。哇，有菜耶！哦，肉狗肉。有沒有做馬介料理咧？魚香茄子是五香吊菜啊！哎，要不要跟大家解一下為什麼有魚香可沒有魚？冇看到哈，其實是一隻名語的概念啊，就是用大豆巴去炒咧狗肉啊，狗肉伊因為所以沒有人會伊隻嘅方式係用因用咧หั่係炒。原來是這樣子。今日吼，先翻張圖咧係咱吹嘅嘢，哦喲，非常正嘅。女僕嘅姊妹哦，仲平均到仲宜玲，歡迎，點點都正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上下輪呢來分享我要吹嘅是我們的子琪，還有子軒，送上分享。早上發讓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呢，我分享來到一個六堆文化園區來參加一家之主嘅電視節目，希望可以拿到最好嘅成績哦。請大家快點加油！再好嘞，帶來一團。會精彩表演，中上分演喺露台，來！哇，花式進場哎！哎呦，來現場帶活動方式來，活動主持人，漂亮快啲咧！哇，我真係，喂，大家要看到嗎？太
而且它还变换花式哎，哇，厉害嘛盖！等一下请他来解释掌声鼓励一下！哇，好厉害！尹不念都带黑。是大子棋比赛还是小子棋比赛嘞？哎呦，你连上18般武艺哎，真的好厉害耶！凶手是好厉害哈。哦，而且你还蛮可是驻川，你就已经很流氓了。特写一下他的汗啊！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参加不是那个才艺舞台哎，我们是料理节目，你有没有走错棚？我没有了。确定啊？啊，你等一下要用这个扯铃跟我们的超偶来比赛做菜吗？哈一次，几岁吧？啊，平常有做菜吗？有做菜吼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有才艺的部分已经要先加分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加分，因为这么有才情，有按到才艺，又会做菜，先加分啦。先加分。哎呦，你看记得有台湾吧、西番的哦，你看人家姐妹，哎呦，你看你的菜。挨到你讲啊，制作单位打白吼，哎，有上面什么全部挨都要该足。来换位置，来卢师傅，来卢师傅，卢师傅，他也很喜欢这个位置。好了，问他哈，哎，俺还有上哦，差不多几多岁啊？几岁？谁准你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啊？假设他平安还好后生就记费啊，又记费让。好，来姐姐问你就好了。我们黑人参加比赛啦，平常是不做菜吗？女性班啊，你记得谁？问一下。好啦，还动脑筋，因为今天动手动难的就俺后生很硬哦，还是2个姐妹穷下都一组哎。真的，平常对主持也有兴趣。哦。哎，啊，你想讲客家电视台一家制作节目，有一个机会来到客家文化园区，录来报名。一听到来报名，古说你咪抢假来哦。嘿，真的要加分啦！抢假来呢。好，今天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马上我哋请客 TV 观看比赛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亞布卡嘅卡上癮，又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嘞！你們也要來比賽嘛？該嘞。何才健好嘞？何才健有練習嗎？有。都不看有看電視哈。好，你有練習嗎？有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美女的對戰先，好不好？美女先。馬上來，直接為讓民主姐加油哦！剪刀石頭布，好來。一家之主愛追求，強不強？謝謝。好了，我知道。你不要難過了。今天我們比俊杰你也超偶，你做什麼他就做什麼。啊，真的被他超我了。等下下自己，俺唔係硬講哦，不要操控我，拜託。剪刀石頭布哦，剪刀石頭布，哈哈，俺先開始哦。一家之主愛青條，跳都冇跳，跳都冇跳，跳都冇跳啊 ！Yes， 你係俺嘅硬講。好。贏的對贏的，哦，讓嘞對讓嘞，好嗎？天哪！哎呦，你沒讓哎！對啊，哎呦，很衰啊！主持嘅對戰，因為讓人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耶！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耶！一家之主愛追求，強冇強？強都冇強，強冇強？強都冇強，強冇強？強都冇強，強冇強？耶！哎，今天就練習呢，真的，我開竅了。好啦，求聽你觀眾啊！來，好冇？來，等下呢就挨了吹羊，鼓手的時間呢就先對藍水開始比賽咯。該好發現人家事情哦。哎呦，皮俊杰，你今年哦很認真上節目哎，你怎麼知道我們要做屌草油？係啊，阿 V 皮下節目啊。對，而且裡面的肉是白的。哎呦，真嘅呢！好啦，今年我向你屌草油機哦。好啦，我提這個先我走嘛改。先切雙頭，蒜頭，好，差不多。意思搶開始。該批為8點。就好。天哪！啊，你有哎。你老大家講，你有什麼證照？中餐丙級啊！哇，好厲害哦！可以考取出了耶哦。啊，你會超偶嗎？啊，你要加油了。對，沒有啦。他走得好啦。啊，你看他拿刀子這樣，有沒有？
蛮后悔选择蓝队。7點一下。我呀，我知道，队長嘅地方哎呀，真的，因为你们他切了50集，只会切蒜头。还好你们不是第1集的来宾，真的。对，第1集的来宾，我们在这里深深跟你抱歉，特别是蓝队的。还要再油细一点吗？8、7、6。好了，挑先让你切开。好。3、2。干嘛费那么多？你疯了吗？你怕人家带转移啊！你现在就可以切，不要那么多。来让你讲哦，我们的特别设计。吓死！好，等下哈，因为应该有数嘞，所以现在我调太几分钟。好，好，我们过去好，等一下先准备下哈。好，用啥喊都给留婚的哈，太夸张了吧？肯定很用力了哈。我们还没开始比赛，不是群众，不是群众。亚丢食材，说真的，讲老实话，是你妈妈帮你准备的吗？哦，去干嘛的？真的？平常有做料理？有啊，有行会做啊。好厉害！你讲你平常是会煮菜，煮不你自己写他的煮不？录卡的饮食，录卡的饮。也是花吗？梗花丝。那弟弟也吃过喽。有啊，做一块后丝哦。吃完的白白胖胖。你有对象吗？没有，你不要那么难过啊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也很久没有。你们2个这是什么画面？感觉光会砸下来。你的心目中的女神是谁呀？来，等一下，给你选项。不要，他会说。你是选民主姐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招商鼓励啊！我来让你讲吼，今年主持人摸票吼，摸部分那个主要部分说是那个。哦，白谁的？重来。平常是会煮菜，煮不你自己写他的煮不。录卡的饮食，录卡的饮。这个也是花吗？梗花。那弟弟也吃过喽。有啊。做一块后丝哦。吃完的白白胖胖。白倒是没有，别胖胖。黑胖。好了，今年2套菜5项哈，调菜有做过吗？有啊，做过100练习的训练吗？不能发言的。好。敢不讲你用阿妹煮菜啊？男生比较少做菜耶。哎呦。嘿，妈妈有绕 Q 的吗？有啊。妈妈有要求我做菜哦。喂。因为要争女友嘛。你看我就说，等下厚表现哦。厨师帮我，你也不要用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。2下哈，你2下做在强下做。好，做在开始喽。你要展现你的魅力，你电话都打出来了，刚刚个拜托。做在强下做。子轩。哦，你看，那个我特地分开来切，要不要熊的？不要熊的。唔吧，等下先用个油。哦。哎呦。你看你个手脚吼冻僵呢。人家说吼，眼镜的男人吼嘴燃刀啦。他切的酥脚给流量哎。真劲哦。好厉害，很快哎。看不出来，只有练习过1次。你要切。切条。哦，切片啊。切条了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咱随做的开始。我觉得大家看你切东西就会给他加分，因为它很精准，一对切出来时非常精准，而且一点掉出来的。对，你有听拿铁？对。等下先不你走哈，等一下记得要擦汗。来，倒下。等下做到嘛该嘞。那还切掉菜耶。伯姐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哎，给导比有2个 C 来，给导比有2个 C 模耶，啊那2个都还没有。先问一下问题。你们最近有男朋友吗？最近。可以煮菜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整煮菜。李玲，你有对象吗？没有，不要那么难过啦。没关系，我也很久没有。你们2个这是什么画面？感觉光会砸下来。啊，你家都会等嘛该？有啊，先不用一只，我是先不用一只试看看。好，我来加油。用伊的吊出来是看耐心。不用一只，系不用一只试看看。伊的看耐心。记得2组吼，切个吊出来个掀了圈强龙哦。小心。而家要水减袂摊啊。对，拜拜。卢师傅，就买个方法做在避免平面该披蝙蝠。其实是它以抛啊。它就是这样，就是为了要保色跟定型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切个豆腐卡连时间去我系用剪的，剪的是几时变色的。
因为箭的这个受热面积好少啊，所以其实会氧化它嘞，冻胶是会氧化。直接倒就可以了。等一下转国了哟哈。来，子琪，哎，你的心目中的女神是谁呀？来，心目中等一下，给你选项不要，他会说 A 邱玉涵、新民柱 ，B 邱玉涵 ，C 你自己选一个。林志玲。好，林志玲，你要选谁？你自己那种盘法通乳鼻喏，嘿啊，一定是选明珠姐的，好不好？哦，重伤故力啊！我爱让你讲吼，今年主持人摸票吼，摸部分那个数主要部分说的是那个哦，白谁嘞？重来。喂，不要搞笑了。哦，你还有一种嘛个？哈，听。然后我现在要炸好，我现在炒跟俺的牛中肉，中肉，哦，稍微油哦，我拢配。不能浪费，他赶紧去看大兵上忙。加分。对，有没有什么条件呢？条件哦。哦。冇啊，我有女朋友的啊，你有女朋友？这样子不行。我没有男朋友。我们等下再过来哦，拜拜。哦，应该还有不用马改嘞。哎，不用冲吧，你是不是快做好啦？对啊，哎，我看应该还有不用调油哦。调米筋嘛，它才不用哦，它不用一些。应该调米就调油还有马改。还有洋薯痛。全不用嘞，不用嘞，不用，一些。你等一下最尾做在市口的梅头哦。好，我们过去吧。好，其他就自己加油交给你喽。好。Hello。哎呦，给导毕业祝福哎。差不多哟。哇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几何图形。嘿，俺问一下总铺市吼，像看鱼儿钓锤儿个肉吼，要先卤过吗？有入狗毛入狗村走的啦，哎，一个政策都去等下用的调味料多少那样的，哎，哇，下得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，那你现在在执着什么？执着什么？你已经弄这个大概弄了快10分，他是在抢画面，差不多2组都差不多。全都产生没有喽。哦，时间未到了，注意啊！该创鸡毛分开拍，该可是你在博大尼的时候，黑妹有煮出来本深颜色啦。你看，他是新好男人呢。我跟你说，你的优势不是身材，也不是长相。你没有优势了。很硬能力到吹发的，还有爱心，但是你的长相也是加分，真的。像我就喜欢你这种忠厚老实又可爱的。对呀，因为你看到谁都会融化。走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就有次次看到体育馆地图，那部卡米西卡好色嘞。组，然后我们男子组帅气组的周威，姊妹让用。我如果说真的，你没有看这些大家的参赛者，我会以为这一盘是女生做的。哦，有可能哦。你看她的细心度，我帮你们加分。好，来，马上来试看。对，我其实是不大敢吃茄子的人。哦，我吃吃看我就知道。给你会手菜你就会讲，大家。还没有吃到之前就吃到讲它很好吃了，因为你看一下我的颜色跟形状，完全是没有轮廓的，而且皮都厚厚啊呢，色系有迷头又厚深。那个我们女子对决这怎么样？没白色。李玲呢？蛮不白色。你们两个最好的形容词就是，最好的形容词你又不良。对啊。好，给教你学看哦。哦，我很好学干软软的。这是不是比较像塔香茄子？这个之前它的香味很好斗。太敢讲他都有共够100后色嘞后，接下来都没有机会再讲这句话喽。OK， 好了，压了本分数诶，2时间先抢球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2下卢师傅抢本分数。恭喜！哦，是比这了。好来，球师傅抢公平。同民主讲的相同啊。也个颜色几好看，也个雕出的叶片，
女生煮的也是很好看，可是我们红队这里它的肉末的颜色跟入味炒料过后，还有米末熊头，你有改写啦吼。卢师傅咧，虽然两片啊高牛春炒香，但是正差就调出来，那边调出来可能好慢人变下去，了到后做变下去，佢可能做到了酱好软啊，后有梅头了到调出来后。正差都冇炒了银梅啊，你喜欢吃软的？只是咧口感是正差都讲炒的时间、冰的时间安尼。好，啊，唔过呢，抽这种煮应该就会太加够吃有中医，煮出来全部都当好色哦。对，好，让他呢先休息一下，你可以好好擦汗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就看一下今日卢师傅带来嘛4个料理要搞菜家嘞。种葡素卤菜。好，卢师傅今日呢？当工对北埔来到南埔，我来搞太干嘛噶？好食的料理。来教大家做咧5香调出的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我做四川的哦。嘿，准备四川就了到，吼，有调出啊，吼，高牛，还有准备大豆瓣酱，还有膏，吼，还有蒜头、葱花，是样嘅。它是用简单的食材，而且是用细面。嘿，用细面，所以等一下你下到酱做好咧。淋上去，好了，来准备好咧。哦，你要先通过咧哦。要先通过咧。好，其实了掉嘅食材吼，全冻简单做咧方便取得啦。嘿，冻简单做迄度，但是迄讲调出係香囊會先破過啦，迄講即係先破過，適當唔會走睇去。身體啦姜嘛會先飆，先飆下去。那个意大利面煮的时候，对，是不是会放什么调味料，让它比较好煮？我哋全部用到燃，先放佢有一點梅頭，佢咪好 Q 彈。比較 Q 彈哦。上次講我哋用煮麵即個醬啊，係冇拌個意大利面做到，佢咪醬到面會拌開來，所以我哋來煮嘅時間一定會先用到燃，啊拌佢咧本身咧麵有一點點梅頭。會用油嗎？油係了起來先當用。哦，愛用油係其實係油水分離，其實拌開來冇乜意思，所以我哋麵了起來先當加一點點油。好，嚟高牛哈，高牛，哦，哇哦！意大利面可以焖其他这种蝴蝶面还是这种螺旋面吗？没错的。看你喜欢，看你女朋友喜欢吃哪一个啊？它可以雕出来的，有讲要用那种雕出来嘛，还是用讲用葱条的，还是用盐的？一般我哋想用啲葱条，我哋台湾的雕出来啦。係，你講咱嘅係解用日本嘅雕出來，日本嘅雕出來係可能用好嘅，冇是用烤嘅，因為佢要好噴啊。哦。全色嘅吼，我哋是咧上嘅海草。哦，辣豆醬，辣條瓣，好調油膏，調油膏。比例咪係差唔多是比例啦。都1:1，哦，你一定係先炒過，幫佢炒越香來。啊，你要用上尾要色。要整啲石木樣好醬，好，調油、米酒，調油，哦，夫教夫美動豆呢，嘿，我看，哇，你哋下做嘅動作嘿，跟子琪妹做過呢哦，對，皮具男生這樣子，哦喲，甩鍋會有加分嗎？有加分哦，有加分哈，很多嘞哈，你調出來，後邊下去，哦，不是還蠻平哦。水梅哦，水梅。本佢咧誒，阿講要咧調出來，一定係收一下，本佢收到嘅醬。好棒哦。好，水梅哈，烏醋是加太加冇加哦。係太火。加唔知道，係啊，做乜嘅會加咧？本啲倒一隻梅頭，香梅。哇！哦，你啊，我做醬做好咧，拎上去。哇！醬好，對於嗰啲麵好，睇下先燙過，可能會效果。這太棒了！你今天怎麼不是拿了一炒啊？其實我哋講，應該用好油嘅麵啊，海炒因為麵，佢燙好放落盤子度，啊，你啊醬煮好時用上去就做得咧。哦。香調出來意大利麵，好啦。这个对子琪来说
他根本不看在眼里，真的太小笨了。来，子琪，这给你。要不然都是做吹嘎嘎，表状有滴滴咚咚滴滴咚咚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拜托一下，太吵了，真的。都在两个仪态里面，马上就设在做嘞。考这个，好。那你的调出来哦，用半音怎么会变色啦？好 ，A 会加你的柠檬汁啊，或者加蒜丝。好 ，B 会用那非金属刀具来切的。好 ，A 也是 B。C 现破锅。摩西的选项。先来猜拳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你怎么可以赢女生？怎么可以赢女生？他也没办法小心。好啦，我想看啦 ，A 也是 B 嘞？先 A 好诶。A 好，来，好，大家打钱。那就是昨天先 B 啦 ，B。那你来公布答案哈，答案是 A 啦，哈，因为调出来有冻豆的那个花青素，所以应该煮的时节啦，就会加到蒜丝啊，或者加到柠檬汁，好，然后做起来阮调出来啦，会色好酱。海鲜两毛钱多，耶！这个对子琪来说，他根本不看在眼里，真的太小笨了。来，子琪，这给你。摆谁？他要拿走了。哦，给个试看。好啊，好哦。好，来试试一下哈。哦，会站对喂。哇，你看子琪，好色的流汗的哦。都给啊！哎，你不要客气呀。摆谁？哦。能吃就是福。这都是有一 Q 咁用嚟咧。刚刚一个牛嘅米食过米的啊，加是吃米有冇？加个小米都出来啊，适合唔啊讲过油啊，刚刚可以一盘加一盘，轻吃啊的。该下就专心看厨师做啦，转豆腐哈，起价手不起价走。哎，唔怕，睇下面有好多嘅做者专业不卡练习看啊哦，唔过呢家下头前一毕业这杯米一罐金行比赛了。爱是太祖谱，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总谱10天爱做嘅菜色。伫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混麼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尾嘅關呢，家下係二比2了哦。我家下後就跳看一下，哎呦！你識哦，你講我之前嘅食材，我冇看過呢哦。真的，你冇看過東西，懂得呢。難怪製作單位都請嚟一個差。對，這樣才有好奇心。好，等一下打開了一本大家的菜上一下。好。所以有可能大家都知道哦。好。我的愛，飯跳跳夫。哦。講到呢隻飯跳跳夫呢，其實到女僕係有90年嘅歷史了。而且做下嘅飯跳跳夫用當好嘅水這樣做出來，呢下嘅水呢，取啲呀採啲嘅太武山3000工廠下來嘅3000水做出來嘅。過段時間我要來考一下，當到事情唔知嘅張伯謙，你同佢那飯跳跳夫老跳夫有關係冇？我菜上冇關係。其實飯跳跳夫真係老跳夫冇關係，其實現呢係跳夫嘅現呢，天天不信來問問各位內僕人，對不對？我看有做飯跳跳夫冇？有試過，對，非常的好食咯。我做過，冇做過，啊，怎麼顏色又這麼配？綠頭色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哪樣做嘛料理呢？今日要做飯跳跳夫棒肉眼。棒肉眼，花生豆腐香丸子，就是老家跟牛眼，我摆中那道皮怎么做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哦，飯跳跳夫，等一下要切一塊塊，我的牛在上面要怎麼剪？要沾一點點太白粉，讓它粘在一起。養的。大姑說啊，我這樣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硬啲啊，硬啲啊，還會做乜嘅？啊，等一下還要做醬汁。醬汁要用芝麻醬。花生醬，還有一點點花椒粒，還有花椒，但是這個醬汁，對，辣油要用冷油冷鍋，稍微炒一下，把那個香味出來，再淋在我們等一下煎好的那個花生豆腐上面，淋在上面的醬汁。來，各位有睇清楚冇？冇問題哦。醬汁題目，也咧，飯跳吼，除了食用以外，還有做得炸油，
还有哪个功能铁条肉哦 ，A 系嘛个 ？A. 制作建材 ，B. 做炸药。啊？好，都在黑中嘛该来，我们先猜拳。该系20你下皮卷好吗？好，好来，剪刀沙条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怎么个做得让给模样？现在回来 A 也系 B。哎，等猜 B。 B. 好，那呢？入 A。对啊，是做得选 A 啦。有人拿板条来盖房子吗？所以答案系嘛个咧 B. 耶！板条因为含有丰富的那个花生油，能够生成硝酸甘油，是炸药的主要成分之一。世界上第一份炸药用板条做的。哇，长知识了！好，快理解模含做的，后做料理没做的有含卡多嘅紫色喽。好，故事的时间，红吹得到90秒，蓝吹30秒，水来金行比赛喽。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下泰嘎的大主厨，你觉得俺当要先来天数吗？该？然后选切给不吹。不错，好 ，OK， 切都不用落去吧？嘿，应该是吧？好，因为我们刚才呢，得到了90秒嘅厨师帮我，人家都吃到，等下会用到那一道毕业。那个寿司的部分呢，寿司部分调酱的部分我也是蛮害怕的。你吃到嘞，子璇？寿司的部分吗？要不然都是做吹咖咖，表都要滴滴咚咚滴滴咚咚咚，都会死你哦哎！我在做火药嘞。板条条不大对。出音音哈，喺你先群先大家按台上，都在做乜嘅？好啊，拜托，拜托，很你安静，你帮安静一下，拜托一下。太吵了，真的。要把那个泡菜嘅时间做咧按静音啊，静音。你讲讲你以後泡菜哦，系啊，對泡菜凍好嘅，泡菜我要練習過，大把嘅時間我都不行嘅，爸爸凍好時間泡菜咯，高尿嘅，脆嘅啊，肉圓。哦，咁凍盤凍茶盤啊。等一下，葱花跟辣椒就自己搭配颜色在上面，搭配它最后的颜色。好，时间到了哦。好，等一下馬上停一個，馬上停一，你係接力。來，第二棒，連線，好，先哈。因為佢利用啥係石梅的啦，這個最需要力氣的線路佢都要走火。不吹龜鹹，我放按刀吧。不是不用按到泡菜。好。實際上等一下會挑梅嗎？有挑姜肉，姜肉有挑，米西失敗，阿姨看那先做得，做得。等一下你看你這個哦。是看那先。姐姐，你有想法嗎？等一下你挑梅挑完以後，做得讓這樣噠噠噠。他不喜歡你走，我們過去。你拜託，我把他帶走，我把他帶走。等一下，還有嘛個問題，昨天問總部是，我哋會走你哦。好，拜拜。問題真係他說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好，你喊我講嘛個。哦，你要做嘛？車有炒過，還沒有，我就發現咧。我炒的。啊，廚妹嘞？那它是可以做我們淋面上的裝飾，還有辣椒。等一下，子琪，我们来讨论一下战略的部分。因为来看呢，子璇他好像平常真的只有负责吃。你觉得等一下我那有用亚嘅厨师天数矮嘞？等一下前後嘅時間。前後嘅時間。前後嘅時間。會調米西嘅時間。哦，做壽司，做醬料。好，你練做醬。可以。好，剛按用來風行咩？我先來你了。就你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看這個板條條夫多骨溜啊！對啊，板條條夫上面撒一點點太白粉。哦，對對，板條條夫不用得喂天地粉哦。直接他好細心哦。就運動好，沖得到辣椒還蠻切的。慢點切咩？好，等一下，該壽司唔怕，因為我哋還有30秒。老師嚟拉嘛？要拉嗎？拉嘞。9，等一下，往繼續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等一下，王姐姐，總不是你還會挑逗嗎？踢到嘞，會不會你平平的嗎？可以用那個虎掌這樣子擠那個肉的
不是虎掌哦，虎掌。老虎尾。哦，你看，虎掌。好 ，OK。这样子虎口把它那个肉挤那个分量。啊，妹妹系丙级症状，你系乙级。哎，你用了地，你怎么会知道那个虎掌？老师有讲啊。老师讲。你刚有币呢？不是，你看这样你就知道哦。对啊，我以为这个是巴布。等一下，过去哦。好。哇哦！不用水袋哦。哥哥会用狗毛。那等一下整反跳跳夫会贵厉害哟。你觉得要不要煎的时候就给厨师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凡人能够煎的。反正你都要求是没有。哎呀，师傅先去好。所以先准备啊。开牌。好。向下講。厨師聽送嚟。技術開始。哦，還有加工一下哦。哇！哦，邱師傅，你煎的時間係你要改麵先煎係嗎？對。哦。對。那個反跳跳夫酥給咩？係熟嘅，已經是熟的了。可是我擔心一件事，我的肉好厚。對啊，有一點。因為他們兩個不會吃不飽。對，他是按照自己的食量。不好意思的。對。這是沒有枸杞的哦。哦，又會按到哦。廚師都會剪那時間，其實還講較薄，還沒較好剪。黑啊，因為受熱會比較平均。比較平均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哦，小心。好了，拜拜。倒一下。接下來你就靠自己了，我先不靠近你。阿姆哥，可是這個反跳跳夫是不是那個一面也要有點擦擦？對。你會擦擦哦。哦，跌倒了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排水時間到咧。快些啊！子琪加油！子琪告不你用你的神手把他救回來。啊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，你還有第3棒，很硬講。子琪有把握吧？如果老師有。像你吼散體咧，喊做在教便利粉嗎？這個做得，喊做在教吼。你要不要再加把它熟？反跳跳夫，拿紅嘞，問一下便利粉。對，就剛才那個。對，散體咧。對，便利粉喊教弟弟。熊弟弟嘞。可以啦。誰說一定要放在上面吃？我難道不能反跳跳夫，請你再夾一塊肉丸吃嗎？可以啊。你冇講啊。棒牛鹽啊，笨牛的棒啊。對啊，加油哦。先告不你哦。做香料嘍，有信心嗎？有信心沒有把握。加油！有一點點香氣就可以把這個醬汁下去煮起來。有香氣的嗎？有香氣的嗎？有。他說有。誰說一定要放在上面吃？我難道不能反跳跳夫，請你再夾一塊肉丸吃嗎？可以啊。你冇講啊。棒牛鹽啊，笨牛的棒啊。對啊，加油嘍！先告不你哦。哇，不一樣。他決定這樣啊。哦，你沒做對啦。可以，他所以決定。糖啊，因為該下師傅就講。這個是，我也被炸到了。你也炸到了。這個，因為該係熟嘅，那個鐵條吼，鐵條豆腐做得是上嘅。用筷子嘛，用粗咪做得，你個豆腐會有水分啊，會出水啊。因為生意哦，你兩下就兩個銜接，其實這煎嘅時間分總不是讓你煎，它係用。做醬嘅時間部分總不是讓你做，還是你都不要用梅州的？哎呦，梅州的哦，梅州的，你有想法嗎？應該只係廚師了，好嗎？雨林感覺兩下哦，好，等一下，還有謝那年，然後廚師幫我，先記好，會剪反跳跳夫係咪？好，繼續開始。哦，要先再壓一下。其實也不用煎那麼多啊。對呢。哎呦哈！我唔會數，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該多。好，
好，邱师傅，让它的油稍微沾，就是这样子比较会能够翻面。邱师傅，谢谢你多送了3秒钟。温度安样做对吗？可以高一点，够点。 160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係中火啦。嘿，中火。你說中火嗎？好呢，有效果啦，有效果。睇到咩？嗶嗶嗶嗶咧，好哇！哎呦，哎，有反跳的米絲出來哦。呢度你係馬雞。給冇小心。這個沒事，這個沒事。冇看到，冇看到。我唱兩下吼，佢係身體咧。 喊做啲價嘅便宜款三個冇？應該係總的，總的咧。因為家下肉係生嘅，佢冰粉還有可能醃起來，你要熟嘅一定無法度醃起來。等一下，風味你要不要倒油倒完，然後我們等下再做醬料呢？好。加油，你五片就到了下，正在看你哦。做醬料嘍，有信心嗎？有信心沒有把握。加油！你係幾條醬咧？ 一條啊，先炒過咧，先加水去調，對。這個要炒嗎？要煮啊，因為這是生水。哦。其實你係做啲啲咩水？哎。你看韓國幹嘛嘅？先老幾講，因為你看姐妹好像也需要騰手嘅。先老幾講。 有一點點香氣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醬汁下去煮一下。有香氣的嗎？有香氣的嗎？有。他說有就有。有。粉雞料。等下講到肯定哦。我覺得看到你們剪那條褲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這什麼話？因為我覺得你們的兩組實力勢均力敵。勢均力敵。其實廚師幫忙我應該用在這裡。 太假都用唔錯誒。挑戰其實斤重嘅啊，斤重是重。需要用做對嗎？那個離火。離火。絕對會燒。先把它拌開來。灌貼。先拌。邱師傅，這道考題太難了啦。白色。幹，你下一次先表演給我們看。哦，好。唔怕，可是今天又走紅哦。哎，這道菜算是很厲害的菜。對啊。冇馬英做又食過。他會做。我們過去看一下。好。那個舊裝類。哦。因為壽司做好了呀。顏色快一點。啊！拍誰？第二次。對。你追女生都是這樣追的。拍誰哦？看他的刀工，好厲害哦！他這個米婭吹吹太敢某色溝，所以腦海裡面有那個畫面，有那個畫面。對，我們腦海裡只有聽邱師傅跟我寫他美麗的身影的畫面，就覺得哦，好像很簡單。對。你看辣椒切了嗎 ？OK， 辣椒不加了。唔會，冇下呢。放輕鬆，大不了就叫大家沾醬吃而已嘛，對不對？全部都輸嘅啊！把俾我偷臉了哦。對啊。我等一下，你看我試看哦。做得拎上去了哦。做得啦。還不會做得啦。我覺得有聞到芝麻糊的味道。有。OK， 我全部蓋起來了，我要全部關到哎！你好厲害啊！旁邊擦一擦，趕快去我這邊。 Yes， 聰明。你看，哎，我覺得女生做洗梅真緊係洗梅啊。用凍用下。對，集中。靠在一起，所有的花生豆腐集中，因為你的花生豆腐貼盤的啦。哦，時間差不多會到了哦。哎，好，我要摸切蔥嗰度辣椒。 等下切的不用送你，切失敗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哦，這關真的很難哦。等下呢，來試試看啊，你啊關啲度，哪家長係你嘅太重譜咧？這個飯條
豆腐棒用盐，哈，真给哦，大家做都全部喝牛毛咯。来看一下，从那边哦，卢师傅，全部都好到不行。做已经做冻起来，你看已经看到冻紧走。冻紧走。虽然唔系冻咱嘅菜啦，唔系真正完全冇发面。对你来说，可能真的超级难。如果等一下试看，就知道他们会不会也很难。你要插下去哦。哦，插下去哦。哎，该剃豆腐老用要强下些吗？要强下些。我哋冇嘅豆腐個貼片，咁我以前都是冷嘅。哦，对，来吃吃看。来，你看，谁唔会做，真正嘅谁唔会做。自家做嘅用版。較好食，較好食。兩組比較起來咧，差唔多好食。差唔多好食。好，師傅上到今日哦，接下來呢評分的時間到咧，先請邱師傅搶本分數。恭喜！哇！等下盧師傅搶本分數。恭喜！哇！他是得到了3分呢。不要哭，忍住。好，看看。紅隊這個部分呢，也有個盤。所以吃起来它比较硬，它的酱料其实是调得很好的，真的。哎，只是那个牛，重点是花生跟猪肉葱嘛，啊，牛挺硬哎。蓝队的部分呢，它的肉虽然比较少，可是它煎的嫩的程度刚刚好。啊，那个反贴米丝又出来。可能大家像冇做过呢个菜，两片来做这些电脑，两片牛好多嘛，两片好少，但是牛咪系重点，有两片变好多是会效果好憨。对。牛好大地嘛，是咧就憨，就啃过个豆腐的味道。你到电动牛好少的时间哈，其实憨土嘟好样音啊，所以侦查到了到。了解。刚才你呢做的保留一系列神秘的空间，本观众朋友自家来吃看的了，吃用的煮，欢迎大家做周后过后可以上传到我们粉丝团，我你来看啊。好，今日行喺比赛，南村呢得到的3分，凤水得到1分。加出紧，好，上本2字模样好，上本已加出紧3000票，恭喜！哇，这个动半亿呢哦吼，恭喜！接下来呢，哎呀，这就是这个木纤维的剪标。哇，2片哦。剪标量哎，如何一大一小刚刚好。我建议你子琪全部不露台，因为他没有做菜，都是你在做嘛哈。该下比赛嘅时节是系用料，好用哦，很好用哈，真运动放弃啦。今年哦，2姊妹吼，哎，做啲女度俩吼，认识非常帅的2兄弟啦。除了俩之外，参加比赛还有嘛个心得咧，做啲老大家讲下。我哋到好多個度，從我哋飯堂頭飯冇做過啊，都是我哋好多嘅，我感謝。有好多新东西啊！有好多啦。係啊，除咗剛剛你學習嘅個聽。好，都感謝你哋。子琪要不要參加新的好話啦？佢講。雖然冇得到重點，不過人都鬼開陣表，係啊，蠻好多嘅一個特殊嘅嗰種料理，係啊，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再參加。好，分享哦。最近都難得嘅機會，其實呢，特別呢度都南部嘅時節，佢感謝太似㗎，因為呢，沖下用嘅飯豆腐都北部就食唔到啊。嚟到呢度邊呢，做啲食到菜天米頭，還有太假啦，你沖下來搞流量係最讚到嘅事情哦。係啊，所以假使吼，你就嘛個才藝哦，做啲到節目當中來展現一下。假使吼，你2姊妹哦，上嚟凍醬，想要找男朋友。假使你2組吼，全做啲全凍回煮菜哦，全做啲嚟報名參加哦。冇啦，張伯謙已經歪路了哈。行太似㗎，想要做料理嘅發揮讓太似㗎，沖下來參加，依家之處等你出去為料理嘅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